代表烏克蘭去做任何決定啦，還是之一。但係做一個傳統代表烏克蘭係企喺烏克蘭嘅利益立場，還是係討好美國？停戰之後點樣交換人質同埋罪犯呢？邊個放？邊個地方滅絕呢？屬於邊個呢？之後重建責任係邊個嘅呢？俄羅斯凍結咗嘅資產又點呢？實施咗嘅制裁又應該點樣處理呢？加入呢烏克蘭最核心、最想達成嘅結果，佢哋可唔可以加入北約呢？因為呢度牽涉嘅嘢呢，真係好多好多。只要唔開無限次，都係有咁嘅方法嘅話，談判呢都可能會失敗嘅。咁萬一談判失敗咗嘅話，方產有咩歸邊個呢？好啦，如果到時美國又幫唔到手，其實就收收，唔好話進攻啦，就防守都可能會出問題啦。所以中立啲咁講下，我肯定係唔簽㗎。呢個時候一定會有人走出嚟話：喂，咁樣打落去嗱，首先關於俄烏戰爭係咪非同不可打落嘅話，其實咧我哋已經做咗決策啦。我哋再幾嚿水講，然後咧美國人覺得烏克蘭再打落去嘅話咧，好唔現實。烏克蘭現在咧係冇可能打落去㗎。呢度俾大家資料，烏克蘭嘅政治開支已經過咗3200億美元，烏克蘭自己承擔咗1200億美元